就好似嘅 Shawshank 嘅 Redemption 咧，OK 呢出戲大家有冇睇過？好似90幾年嘅啦。入面嗰個 Andy 咁樣，佢喺個監獄後面嗰個牆壁後面，用一把錘仔一幅一，一幅一，一幅一，連復連咁樣個作，我終於爬過咗嗰條又撚臭又長嘅地下水道，見到外面嘅天光，見到彩虹，見到靚嘅嘢啦！呢個世界還清晒所有債務，建立咗一個俾到我絕對自由、絕對 freedom 嘅事業。而最諷刺嘅係，就係呢個過程之中，我就完全唔再追女嘅時候咧，啲高質女就會開始出現喺我嘅生命入面。無論我係主動 approach 定係我被動地唔小心去咗某一個場合咁樣分享自己嘅 life 嘅時候，就已經吸引咗。唔單止係因為我識得用唔同嘅溝女技巧 ，OK 呢啲嘢係絕對有用嘅，但係更加係因為我嘅王國建設到一個程度，一個 stage 就係我嘅存在本身，我依家嘅 being 就已經成為咗一個 magnet，一個磁鐵。